放弃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愿去爱自己？为什么你不愿去面对问题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为什么？你管这么多？为什么要睡觉？为什么要挂掉？为什么开玩笑？为什么爱去睡觉？为什么要睡觉？为什么要挂掉？为什么开玩笑？睡觉睡觉。喜欢的是有钱是漂亮，是人都需要有个伴。爱不爱都是每个人的抉择，本来就无法勉强。谁管你是天才是傻瓜？聪明只是一种包装过的谎话，是人都会迷惘。为什么要问为什么？别让我承受，这世界有太多莫名的